请观赏《误我青春20年》。秀秀，秀秀，秀，看看青纱会出来。秀秀，我在等你。我应是秀秀，凶手。喂，秀秀先，秀。王经理，拜托你来阮家一撮好，秀秀到这哪配转来？你来帮我去找伊。哦。请请。20外年无看到。原来是你。哼，20外年无看的，即摆较发达。发达唔敢讲，只敢来大间公司，还佫有全省的连锁事业。我无叫你坐。王理事，原来迄个无场的代志，以前我若捌向你报告过，也今日就当下来这所在，专门要来甲你拍契约。契约免拍，我这地袂卖。你是甲我咧滚算钱？你毋是我滚钱的对象。我定接你个。费用我加倍。我出来价钱，比别人加10倍的同款，我迄块地无要卖你啦。林启栋，我今仔日叫你来阮家，毋是要卖土地，也毋是要拍戏，我是要来证明一件代志。20年前我无叫你啉酒醉，才来侮辱爸女兄，我讲有。我也是同款，你甲爸女兄讲，你死了别来害我！你死了！是你夺走我第一个查某，我无，秋华。秋华是你的查某，秋华是我的查某，你的查某，我也是同款，袂错过，跳咯！秋华是你查某，啥我唔知影。是你讲袂使，是你咧讲袂使。也是袂好，讲袂才会好。王国清，有一件秘密，你根本就唔知影。是啥事？王国清，你乖乖将无情买话，也啦，我要你知影，你所爱的两个查某，秋华，也佫有刘青，凄惨的下场。我唔是讲惊大汉的啦，啊你上介好。我有啥物这是你的后事，提啊别人底下的厝客，还佫有土地所关系。你若有孩子，我袂了知，将这个厝，甲你所有的财产收到倒来。
要害你走投无路啦。不是叶文庆，是我赵启东。干这样，我甲赵文庆也无一回事。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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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总经理，王经理，秀秀有消息无？无啦，毋过我已经派人去找啊。啊，这样阵一点仔消息都无，万一若是……袂啦，证据嘛都无路用的。总经理，我有件代志要向你报告。什么代志？黄大师拄仔打电话来，伊讲王学清哦，真可能受到赵启东的这个压迫，会走投无路，倾家荡产。差3分10点，有哪几支持？谢谢。叫我来有什么代志？卖去甲迄个面好，老翁老某好比咧。讲话较尊重咧，也若无大家做歹看。就是敢若插头翁啊！你这个开口都上话我，所以较早。莫甲我讲较早的代志，我无想要甲你讲这个真事。好，讲实理。王学清还阁有一块土地，搭厝客。我知影，土地我嘛有想要买，你开价啊？计实是真歹讲。照阮底下介绍，加2成互你。你看毋是真花啊？无爱偌济你讲啊。免钱，送互你。好。什么条件？倒转来我的身躯。你是咧做梦是？王学清呢？伊土地总共1500万，加上目前的违约金2000万，明仔载绝对提袂出。真好啊，迄是伊的代志啊。只有你会当挽救伊的事业。叫我为王学清牺牲，你有讲唔对话无？叫你倒位出我掌中。阿爸，阿伯，陈小姐，恁来遐罕行啦？面少姐遐等足久啊呢。好有，歹势歹势，啊，我都暗头啊，我走去阿庄遐讲一个代志啦。这囡仔嘛是，啊，陈小姐来，你嘛敲一下电话，甲我叫倒来。啊，陈小姐就讲免啦。
是啊，也唔请份人啊，较客气，拢家己人啊。啊，好谢，李小姐。嘿，啊，你这阵是南部飞起来是台北来？我前几工啊，毋是讲要去南部巡视一寡工厂甲公司，哦结果出一寡小可问题，一拖就是3工啊。安尼这阵来吼真难得啊，安尼要加大几工安尼。好，啊加大几工，我叫阿姐甲你拼房间拼。唔免啦，加大几工是无可能，我台胞太无用的啊。喂，嘿妈，啊，我就伫咧王阿伯家，嘿，安尼哦，替我应付一下就好啊，哈，好啦好啦，啊无我马上等去解决啦，好，好，拜拜。歹势吼，代志足无用的。阿先伯，玉萍小姐过暗要住在遮，我想要约伊来跟我同齐困。好安尼哦，好安尼嘛好，安尼较有伴啦。啊是讲吼，明仔较早起来，去牧场行行咧，空气袂歹。但是希望唔通像顶摆共款，搁拄着一个工人讲要偷牵牛啦。但迄是误会，袂啦袂啦。拿来我茶茶水来弄到。好，啊你明仔较早起来哈。我头仔听讲有一个查某来找你啊。有啦。你敢是阮老母？毋是啦。阿爸，因为阮老母以前做出啥物对的代志，我已经20几年啊，你就莫搁记恨伊啊，好毋好？一个查某人为了踏出一脚步，来换着伊的终身，嘛已经有够啊，应该留下来。伊讲安怎讲，伊嘛是阮甲哥哥做两个人的老母啊。阿爸，阿爸，我知影你对以前的代志，我都甲放袂去，但是即马，你拢已经有机会啊，过去就会过去，莫亲像秀秀因老母安尼，安尼换来是家己的痛苦啊。你大汉，真是大汉。阿爸听你的话，我来去找伊，我会甲安导好。我希望讲，我会当原谅有啥吧？伊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咱来重新变。你想看嘛？爸如今都无法度甲咱废掉，好放一个着启动，对不对？我怎样想，拢想无。老给你，等等。无伊的消息啦。对昨昏甲今仔日吼，连一点消息都无啦，连电话嘛要敲倒来。我是惊讲吼，秀秀万一若想袂开行底路。袂，秀秀伊袂安尼死做，伊袂。总经理，以前我就甲你讲过，报复袂当得到快乐，尤其是你用伫秀秀的身上。这个感情实在是真歹讲。当一个查囝去爱着一个查某的时候，伊甲我有所好，伊甲我有所好，袂当付出伊真的感情。也毋过，伊已经付出啦，你要强强甲伊拆除。我是惊讲吼，秀秀袂当忍受这个打击，然后伊想袂开，啊，同伊行底路。喂，秀秀伊袂安尼死，你莫安尼讲。希望是袂啦，也若无，我甲你讲，
乖因若是秀秀想袂开去自杀，你就是凶手。喂，你先人唔讲话，秀秀，是不是你的秀秀？妈。妈，秀秀。妈。我有你烦恼，秀秀，只要你平安就好，只要你平安就好。你甲妈妈讲，你甲妈妈讲，你即摆伫咧倒位？妈妈即摆睡在遮。唔免啊，你唔免来接我，嘛唔免来找我。秀秀，啊，你要伫个。我拢愿意啊！我嘛甲尊重分手啊，但过我袂倒转去厝。你袂应该哩生存，你袂应该哩生存，你是妈妈的心肝。我辛辛苦苦甲你带大汉，秀秀，你一定爱回来，你一定爱回来。要是妈妈对不起，你得来接庇妈妈，你袂用离开妈妈。秀秀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你唔通伤妈妈的心。秀秀，你回来，你是妈妈的心肝囝，你乖，你回来吼，你回来吼。我决定要走。我倒袂去啊，你会知影？我倒袂去，你忍心伤害我。妈。但过，我一世人嘛袂悔，是你甲我采用大，嘛多谢你遮多互我爱，我会永远放在心肝内。秀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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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找秀秀，我要找秀秀，放给你，我要找秀秀。秀秀，我来找到，你较冷静的啦。我要找秀秀，我要找秀秀。总经理啊，你较冷静的，秀秀我来找，一定要找到吼，我来找到吼。秀秀，你不要离开我的秀秀。秀秀，你回来。为日烦恼，为伊操劳。我的心情苦苦。秀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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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秀秀。秀秀，苏强，哎，我咧去谈无谈过安尼啦，是啥物代志？无啦，我头早雄雄叫是秀秀回来。阿爸知影，你艰苦，吼，
这个代志哦，要叫你一声放哦，你也无可能啊。代志都发生啊，别去想。喂，我是白如琴，什么代志是？请问秀秀有来找主强无？无啦，敢这是的，你唔好骗我呢。我当时捌骗你啊！我甲你讲，你为着要报复我吼，啊你叫秀秀吼，我无想要讲，该当讲的我拢讲过啊。这拢嘛是因为你气呢啊！嘿，你还佫讲即款的话？这是事实。我无想要甲你讲啊，秀秀无来啦，再见啦。等一下，无你还有啥物代志，请你赶紧讲吼。我听人讲，赵启东逼你的姐夫，要爱你的土地，要爱你倾家荡产。假使讲你若是开嘴，我袂甲你开嘴啦，我甘愿哦走投无路哦，我就袂甲你要求啦。你的手段我已经搞过，我咧想吼，以后你要对付我的吼，可能吼比赵启东吼更加浓毒啦。